小朋友热情的表演之下，也为活动揭开序幕。这场热烈温馨的围炉，是由着台南市府城同济会为了让施亲儿福利基金会小朋友会使感受到过年的气氛，特别举办的。这届伫月酒店是开20桌，邀请82个家庭。会中嘛安排抽奖活动，由着府城同济会会兄赞助奖品甲红包。虽然今年无人人有奖，但是会长郑时耀嘛承诺，每年的努力达到人人有奖。我们的孩子其实，在他们爸爸妈妈过世之后，其实是很少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过年大家一起吃饭的。那今天我们聚集了80多个家庭，大家一起在这里，一起来欢度我们的年终的大围炉。那大家都心里都感觉到非常的欣慰跟感动。那也谢谢府城同济会的大家爱心人士还有会兄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过个好年。今天刚好是岁末年终我们府城同济会办一个那个同济有爱府城陪你的活动围炉活动，那希望就是照顾这些失亲儿，让他们不至于想说天寒地冻的天气找不到人可以靠着依偎着。所以我希望说，我发挥一些那个社会的爱心，让他们感觉这个社会处处有温暖。除了温馨的围炉以外，同济会嘛将要伫4月20号举办大型的户外活动，会使予失亲儿的家庭做伙到大自然当中做亲子的活动，同时嘛送每一个囡仔一个卡棒，互因伫出去佚佗的时阵会使使用，嘛互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欢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